係啩？喺天窗設計到全屋智能家電，竟然淨要呢個數？新居屋業主今次真係執到啦！睇下呢個380尺單位，一句喂 Siri 開燈，客廳燈光即刻 ready， 電視牆配埋呢組滲光玻璃展示櫃，成個格調即刻出晒嚟。最正係咩？係靈明線。我哋專業設計團隊幫你度身規劃，用極致收納，將所有複雜走線同主機完美收埋入面。入主人房睇睇，床頭隱藏滲光燈帶，極有氣氛。最誇張係呢張書台，一體化設計，延伸入去唔單止係一塊台面，拉開仲係一個隱藏櫃桶。去埋廁所睇睇，我哋都係用咗智能發光魔鏡，可以顯示時間同溫度。返到屋企沖涼，即刻有精品酒店嘅 feel。最後轉入廚房，鑽石星盤活用 L 型死角，地餐台面即刻 fresh 好多。廚底嘅智能滲光燈帶更顯高級感。想知你間新居屋做全屋智能要幾錢？即刻 WhatsApp 攞個免費報價啦！